进屋去。没拍完呢。要打一起打，一起打。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，还会有这么一天，这样来面对着你。乔爱东，你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恨你吗？我都快不记得我年轻时有多爱过你。我想知道，我只是恨了你，刻骨铭心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把英子带大。你知道我吃多少苦吗？每当我累了、烦了的时候，我真是恨你啊！当初你怎么就可以走得那么干脆呀？我不知道你那事到底是真是假，你以为我希望它是真的呀？我知道我这个人作，我这人矫情，你就不能多哄我几句啊？我不就是缺点安全感吗？你真的不懂啊？你怎么就那么傻呀你？你是不是就想离开我呀？我假复婚，不知道能骗英子多久。我看见你跟英子在屋里转来转去，我真的有点火。我觉得仿佛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。你说说，你要不闹那么一出，咱们一家现在多好啊！不是能和别人一样，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。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回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乔海东，你也太阴险了！谁让你录的像？不是我录像，我就昨晚喝多了，我不知道啊。我信你吗？我真喝多了，我不知道录像的事儿。为什么哭啊？我没哭啊。张嘴就来啊！啊，你说这个啊，我就是没吃饭嘛，我煮的面放了点辣椒，特别辣，这就是汗，这给我辣出来的，你看特别辣，你尝尝。别品了，能正经点啊？为什么哭啊？难过，后悔了，后悔离开这个家，后悔当初把你和英子扔下一个人走了。当年那个事儿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能拿出证据，我能跟你解释清楚。后来我一想，就算你信了，我解释清楚了，你也得把这个事儿唠叨我一辈子。所以当时我就想跑，就想逃，就像一个做错事儿的孩子想迅速离开爸爸妈妈那种。后来我年纪大了，我明白了，其实你心是好的，为这个家，为英子，为我，
你知道吗？你当年管我就像管儿子似的。可是现在我一想，管儿子就管儿子呗，那多一妈有啥不好的？我自己在外头这6年，没人管，没人问，我后悔了。冬天，我想回来，我错了，我想回到这个家。其实去年我就想回来了，我说是因为英子高3了，为孩子，其实我是为我自己，是我想回来。宋谦，我知道错了。啊！放了多少胡椒、辣椒啊，熏死人了！这一身的味儿。啊，这，但是这个特别好吃，要，算了，我给你煮一碗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都吃过，早上陪英子吃。你净瞎说，你吃过了，你还买豆浆和油条？给你买的呀。你昨天半夜爬起来吐2回，肚子肯定空了。我是想着你早起肯定想吃东西。我想回来，我要回这个家。知道错了，我后悔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原谅你啊？我就那么铁石心肠啊！早就想回来了，搬回这小区都是借口，就是想回来。真狠死呀！走慢一点啊！哇塞，哇塞，神了呀！这鸡怎么还找着老婆了呢？把他乡下老婆带到城里来了。哇塞，这太逗了他！啊，这神鸡呀，这是一个，这到底谁养的鸡？怎么？哎，你还找着媳妇儿了？啊？这，咱见着这鸡好了啊！见着鸡大吉大利啊！这肯定好事儿啊！到底哪来的鸡啊？不知道哎。这个孕妇也太能逛了，你不累吗？不累呀，累呀！你不带我回来到这地方来喝什么咖啡？回去多好呀！这个2人世界啊，逛完了街，喝咖啡，吃个 cake， 这不都国家规定的标配吗？跟咱俩年轻时候一样。这你要是没怀孕，咱跟酒店能开个房间呢。那好吗？哎，就坐这儿吧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而且万一到这个大酒店的这大堂里边碰上个什么啊老朋友啊，
老部下呀什么的也说不定啊。什么意思呀？小金，我们已经到酒店了，你过来吧，大堂啊。你约他干嘛呀？我不要见他。哎呀，他找了我好多回，说特别后悔，想给你当面道个歉。我说就约他跟你见个面。我不接受他道歉，我不要他跟我道歉，真的，我不要见他。你听我说嘛，他还跟我说了一惊天秘密，他说他怀那宝宝就是那流氓 Raymond。哎，而且 Raymond 现在把他开除了。不要脸，这 Raymond 就是一个王八蛋。这个王八蛋，我跟你讲，当初玩弄了小金，让小金怀了孕，后来又想把小金给甩了，这才让你上的位。他当初不还想吃你豆腐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老公是谁啊？江湖人称福尔摩斯员，是不是？我当时就知道肯定有事儿，但是我就没问你，我怕你不高兴烦。我也怕你烦，我就想忍到方一凡和磊儿他们都上了大学，咱们再弄他。而且你跟你说，我没被他吃成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还不相信你吗？媳妇儿，这事儿我当时就想，不问你，免得对你进行二次伤害。啊，但我跟你讲，小金这姑娘本质上还是个好姑娘。当时因为一时的贪心没了良心，现在小金也算是遭受了惩罚了。我觉得啊，咱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行不行？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认个错，啊，原谅他一回。我不想原谅他。你都2019年了，我们从原谅开始，行不行？我不想原谅他，我压根就没恨过他，是他自己糊涂，认错人了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再说了，2019都快下半年了。所以啊，时间过得快，我们更要学会原谅。当然啊，恶人也不能原谅，该有恶报就有恶报。啊，哎，我一会儿要去下那儿。他们俩怎么在一块儿？我一会儿要替天行道。云闹，你要干嘛？你要打架？你疯了你啊！我打什么架？我这辈子什么时候打过架呀？我是学法律的，我不会干这违法乱纪的事儿。童文杰，你老公虽然报复心强，但是我胆儿小啊。我靠的就是什么聪明才智、心眼多，我会钻空子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一会儿你配合我一下，等小金来了以后啊，我去跟他们一会儿聊会天儿，聊完之后啊，你瞄着点我，只要我一站起来啊，站起来之后你们就站起来，我要用手往你们这边一指，你们俩就，哎，一会儿小金来了以后，你就冲着他指肚子、摸肚子，然后拥抱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拥抱、指肚子、摸肚子，然后站起来。干嘛呀？你记住是记住，但你记反了。先站起来，然后指肚子、摸肚子、拥抱啊！我跟小静交代过了，好吧？啊！哎，来，正好来这边，小静，来。姐，几个月了？快生了。糊涂。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行，你们俩待会儿有时间拥抱啊，慢慢一会儿再拥抱再聊，好吧？我说的事记住了啊，我先过去，来，给我坐这儿。你约的那个汪总，怎么约在这儿啊？你直接去公司多好啊，那儿谈的多方便啊。就住楼上，下来方便。另外这儿离机场近，还要走。哎，您是Raymond 总吗？啊，哎，你好，您是？哎呀，我你们不认识，我媳妇儿您认识，她是以前您公司手下，是吗？啊，对，坐，太巧了啊！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去年年会的时候。是他主动的吧？你是不是傻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只有把他生下来啊！什么时候把你开了的？你走了没多久。你没跟公司去闹吗？你去告他去啊！我斗不过他。有没有留证据？有。那个我们公司啊人挺多的，那个您太太怎么称呼？啊，她英文名叫 Jessie， 中文名叫童文杰，你有没有印象？谁 ？Jessie， 童文杰啊，童文杰是吧？哎，知道。
他之前有一个助理叫金熙，小金，说被你性侵怀孕了。呀！什么呀，这话题这太劲爆了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回避一下。不，您别乱说话，你这是。不是，这您先别走呢，这正好您当个证人是吧？对，你不能走。我性侵他，您别胡说啊，不可能，我跟您太太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。那怎么不可能？这不这人都来了，来，知道了。你看，真的。你看这肚子都这么大，你得承认啊！真没有性侵，那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。他是为了加薪升职，主动招的我，明白了吗？哎呦，抱歉，那是弄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是，哎，这抱歉，耽误你们谈大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看你眼熟哎，您怎么称呼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乔。哦，行，您好，毕姓方，幸会啊。啊，好，行，那这样，您剩下跟您媳妇解释了，好吧？好，再见啊。啊，好。哎，等，怎么跑我媳妇那去了？哎，这跟我媳妇什么关系？哎，行，您那个都听见了哈。别弄坏了啊，小心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没事。好，行，你们聊吧。没你事儿了。老婆，你怎么在？你刚才那个长本事了是吧？我，哎，你个渣男！别站住！咱们回头说。别闹！行。我这演的不错吧？哎呀，别闹！成什么样子？能不能拿那个奥斯卡？可以，但是配角主角是我的，太像真角还主角，真大。啊，都查一下，王老师把这个杯子什么的都查好，好吧？别碎了。你们三个别拍了，人都在这收楼梯了，注意安全。快，慢一点，把这个花盆回头也都摆到后边。哎，潘老师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啊，你说吧，我现在就有时间啊。不是，这儿太吵了，不方便。挺方便的呀。你要不说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我说，说吧。明年，我就不带高三了。就这事儿啊？我知道。但是我听说你也不带高三了，他们说让你休息，我就想说，你看咱俩都不带高三了，是不是得有点时间可以吃饭看电影什么的？行啊。要实在不愿意也没关系啊，我真的不强求的。我说行。行啊。行。你答应了啊？答应了。校长。哎，岳老师啊，校长，韩老师，岳老师啊，有点麻烦你了。有件事我跟你商量一下。那您说。那天呢，学校开会啊，又研究了一下，目前学校确实没有比你更合适的老师来带高三，所以呢，下一届的高三我们还是需要你，你考虑考虑。啊？没问题啊，校长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太好了，那又得辛苦李老师了。应该的，您放心吧，校长。行，那我去忙了。好。不是，你也看见了啊，这校长都已经说了，我也没办法拒绝，这也是学校安排的，不是我自己主动的吧，对吧？不过我觉得啊，假期呢，咱们也可以一起，看看电影啊，逛逛街呀，吃吃饭呀什么的。反正我明年呢也准备劳逸结合，也不想那么辛苦了。没事儿，其实有时间也可以看看电影、逛逛街啊什么的，反正再安排。你走不走？哎，走。我去。
买这么些东西啊？哦，一会儿我们就走了。趁着上飞机前多买点，省得孩子没得吃。哎呦，你交代给我们不就完了吗？我们帮着买。这不刘劲儿跟着去是吧？对，他陪我过去安顿一下。我这个人生活能力太差了，要不是他这次生病呀，我学了点家务，我一个人我都得饿死。哎，这次我去我们再完成个心愿。啊？什么心愿？我们俩要是97香港回归的时候结的婚啊，一直说呀一起去趟香港，一直就不方便。这次特意申请下来了，带他过去玩2天。嘿，老季，真是有心。那成，那什么，一会儿我送你上机场呗。你不是要出去吗？啊，没，我也是超市，想着这个大战将近了，高考之前把这物资准备充分一点。啊，行，哎，那我送你啊。好，就这么着。哎，对了，哎，老季啊，你高考还能赶回来吗？能，肯定能。6号下午我们就回来了。本来说呢，带着洋洋一块儿过去，又怕万一有什么紧急的情况，让他待在家里了。哎呀，问题不大，反正安全第一吧。对，这会儿别瞎跑。好吧，那行，好，那我2个小时给你。行，微信吧。哎，好，这么着，好，加油啊！好，没事。哎，对，证件都带齐了吧？啊，肯定都带了。我再去检查一下冰箱啊。嗨。走吧，放心吧。其实，咱们不一定非得这个时候去吧，过一段去也挺好的。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洋洋，他万一要是吃坏了肚子呢？他那么贪凉，还有空调，万一吹感冒了怎么办呢？刘静啊，我们必须去。洋洋已经长大了，是个男子汉，可以自己承担责任，可以面对挑战了。22年前，咱们俩就说一起去趟香港，这一耽误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。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往后放一放，一切都可以等一等。为了事业让路，为了孩子让路，为了朋友让路，让来让去啊，我们一辈子都快让出去一大半了。这次你听我的，我们不管高考，不管工作，勇敢的出去试一次。我不想再让你为了孩子，为了我委曲求全。经过这1年多的折腾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凡是委曲求全的都不是全。这次呀，咱们开开心心的去香港玩了3天，什么都不会改变的。世界不会因为我们去了香港而改变，洋洋也不会因为我们去了香港考上或者考不上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去，就永远迈不出这道门，就永远受了委屈，也求不了全。回来喽！啊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外边挺热。哟，我们2半夜做上饭了啊！哎呀，孩子想吃西红柿打卤面。哎，你别动，我来给动。我来动，你甭管，你甭管。呵，这俩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是不是？真行，半夜还吃西红柿打卤面。哎，媳妇儿，我今天送那个老纪跟刘静去机场，刘静还是放心不下，老觉得家里边洋洋一人在家不踏实。我说要不然这样，哎，干脆就让这孩子每天上咱家吃饭。当然也问问这孩子愿不愿意啊。洋洋这孩子比较独立。哎呦，今天这个送他们俩，我挺感慨的。我在想，哎，你说这个，原来觉得像老纪这么一个大官啊，按道理来讲。比较古板啊，行为举止应该都是循规蹈矩的，没想到比我潇洒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要带着刘静这回去，他去趟香港，说是当年他们97结婚是怎么有过一心愿，一定要帮刘静完成。嘿，你看
我都没这么潇洒。这个官员是这样，你说一场大病，这个刘静这个病了之后，让这个老纪彻底的改变，以后咱也这样，咱俩孩子上大学，等那小子生出来就没事，搁在我爸我妈那儿，咱俩啊也做没事来一个什么叫什么，说走就走旅行，好吧？方圆，哎，我肚子有点疼。怎么肚子疼啊？我刚刚上厕所，出血了。出血了。不用担心，小姨这会儿没事了，没那么疼了啊。你们两个就不听话，就应该在家里边待着，早点睡。在家待着也睡不着。你让他们俩去吧，这俩跟家待着也待不踏实。对。在家里还惦记着，哪有心思睡觉？就是小姨，我们睡不着。行了，没事小姨没事，你别蹲着了，你到那边坐着去。我没事儿，好了，你别蹲着了。我想，目前看有先兆性流产的可能啊，要先住院观察一下。要住院啊？要住几天啊？这说不好，3到5天吧。5天不行，我只能住3天。啊？我俩孩子要高考。我真的没事儿。是肯定事儿，肯定没事儿啊！我赶紧问医生，卧床休息一下就行了啊。根本就不该在这儿，我真不想晚上在这儿，我想回去，行不行？明天再回去吧。明天你让医生给你再检查一下，观察观察，踏踏实实的。你现在回去，万一晚上又有问题，咱还得折腾回来，这不折腾人吗？他俩怎么办？明天谁给他们做早饭啊？然后谁送他们呀？不是，我明天不上学啊。对呀，学校不放假了吗？你不上学，你也得吃饭啊。能行，小姨也不用小姨夫送，你就好好休息就行。我们打个车。他本来我这不放心他，你就别操心了啊，我们打个车就走了。我们在这你也没好好休息。对，你们回去吧，让妈睡觉。走了，休息。啊，妈妈休息就去吧。你快去送啊！行，我送。你慢点啊。宋倩，没事儿，回头再跟你说啊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呦，不用送了，送什么送？他俩都18了，有什么可送的？他俩加一块都快40岁了，俩大小伙子出门，你怎么怕别人劫道是吧？他俩出门现在不劫别人，已经别人的万幸了，真的。你就别操心，赶紧好好歇会儿。明天早上做早饭呢。你怎么等他上大学，你还上学校去给他食堂打饭，给送宿舍去？你要一口我喂他。方圆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你不能掉链子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时候都不是关键时候，是吧？身体好才是最关键的。你病了不全白搭了，对不对？踏踏实实歇会儿。你踏踏实实闭会儿眼睛啊。你真不干了？要不我考这驾照干嘛呢？我小舅子在等着我跑夜途呢。你这病能跑夜途能成吗？啊！一颗价值连城的翡翠出现在我市工艺品这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一颗价值连城的翡翠出现在方圆，你不要吵了好不好？我练上台词，我过两天还配这段呢。烦死了！行，我小点声。真是的，这个时候来这么一出，真是耽误正事儿。那这个肚子里的宝宝就不是正事儿了。你这么说，他听见该不高兴了。他跟听见了。妈妈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妈妈不是说你不是正事儿。你生妈妈气了。妈妈是说。就是生妈妈气了。好，你别说。妈妈是说妈妈忙活了小1年了，也不是忙活小1年了，忙活了都快18年了。就是临门一脚的时候，啊，你让妈妈住院，妈妈能住这么多天吗？妈妈最多只能住3天，宝宝你要听话啊。因为现在是你的俩哥哥最关键的时候，妈妈得送他们去参加高考，不能错过他们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。我都准备这么久了，我连服装都买了，真是。什么叫买服装都买了？什么意思？我买了旗袍了，
我今天白天在街上逛，我没逛着，我想想看，我还是得买件旗袍。后来晚上回去，我在唯品会上看见一个牌子特别好，还打折，我就买了2件，宋茜1件，我1件。我要穿着旗袍参加俩孩子的高考。干嘛穿旗袍考试啊？旗袍寓意着俩孩子高考旗开得胜。哦，这意思。哦，旗袍旗开。哎，是好像在哪看过这个。是吗？好像在一个，想不起来，在一个什么里边。你说这要是医生不让我去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你现在就是好好的啊，卧床休息，歇个1、2天、2、3天的，等他一稳定了就没事儿。关键是躺着别动，而且别焦虑，别烦躁，赶紧闭上眼睛歇会儿吧，啊！闭上眼睛啊！一颗价值连城的。一会儿他们俩到了以后，你就问一下，让他们发个微信回来。你就别操心了，你赶紧闭着眼睛歇会儿。我给你把灯关了好吗？不要。你快闭着眼睛歇会儿吧，啊！闭着眼睛歇会儿。这港珠澳大桥到香港要多少时间？40分钟吧。这么快呀？太方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你要开车的吗？你怎么请了个司机啊？哦，嗨，是我没搞清楚规则。这个上港珠澳大桥啊，不光要有这个港澳通行证，还要有香港的驾照才行啊。我想简单了，这不是你的梦想吗？哎呀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啊，坐你的车也挺好的，不然的话搞不好惊喜还变惊吓了。你忘了你在娄正那儿开车的时候撞我那一下了？哦，还开那个卡丁车是开着玩的，不算不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个车技啊，突飞猛进啊，开的又快又稳。那咱们呀，在中海定下来以后，我每个星期抽1天的时间，带着你开着车，咱们去海边兜风。哎呀，那我就等着啦，坐你的车兜风。洋洋，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家怎么样啊？洋洋啊，真是长大了。但是孩子长大了，就会离开我们独自生活。咱们啊，也要慢慢的适应。以前我们分开是迫不得已的，但这次你一定要到中海。洋洋高考完了，也要奔他自己的前程。但是这一次分开，那应该就算是顺其自然了吧？哎呀，我记得有一本书上曾经说过，高考本来就是父母和孩子最漫长的一次告别。你还会说这么诗意的话呢？以前光听你背讲稿了。有感而发，有感而发。哎呀，这桥都快走完一半了啊！咱们别为孩子操心了，咱们呀，好好欣赏这桥上的美景。这次能走港珠澳大桥，感受真是不一样啊！能够看到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，从心底感到开心。经过这1年，我真正的感受到了，一个人只有在家庭的温暖和鼓励下，才能够真正的成长和开心。这种家庭的幸福，离不开今天的国泰民安。您好，唯品会快递，请您签收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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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。宋茜啊，这你买的什么东西啊？我没买东西啊，你买东西了？没有啊。啊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看上去那么喜庆啊？我没买过呀，你买了吗？没有啊。这怎么那么中式的？这挺红的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什么呀？就
文杰那天说要送我一个礼物，原来是个旗袍啊！哎呀，太有心了。有个事儿我差点给忘了。方圆今儿早上给了我一样东西，说也是童文杰送你的，差点忘了。绶带，这是绶带吧？啊，真的是绶带。看上写什么？金榜题名，状元及第。呵，妈耶，这也太隆重了，这个还不是为了你们高考能够顺利呀？这能穿吗我？这个旗袍不错啊，不错吗？但就是穿上可能有点像这个啊。不会说，为啥不会说出来？要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把说出来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转媳妇儿，哎，你转过去，我看一下背影。哎，好，可以，就这姿势别动。哎，别说你这身材保持还真好，跟个小姑娘似的。但是穿这个吧，有点像那个，就是粤菜馆的服务员啊，不是领位员。什么领位员、服务员？这是旗袍，旗开得胜的旗，旗开得胜的胜。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坏老娘气场。不对，我说你带着剪子呢。剪子啊，对，都是我。过来，给我拿过来。对。你还能再带小点的吗？那我怎么还举个大王麻子剪子出来？我打开。干嘛？轻点头，把这儿剪高一点。啊？剪这个？剪这个干嘛呀？剪高一点啊！叉儿开的越高，胜算越高，才能旗开得胜呢。快点。行。再来一点儿。别舍不得，再来一点。哇塞，你这可以的吧？好，这边。哎，童姐，我觉得你这个开的这是有点过分吧？你这都露出屁股，露裤衩都露出来了。你要不干脆你剪那嘎吱窝得了，哪有这么剪旗袍的呀？只要俩孩子分数能考得高，开到这儿我都愿意。行吧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样一会儿你把它脱了，我给你洗洗吧。我正好买了个那个亲肤洗衣露，洗得干净，还不刺激皮肤。要不然你衣服万一有什么污渍什么的，对你身体不好，容易过敏，对宝贝也不好。好吧？好。行，这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哪儿不对劲？你这从哪儿学的这套来着？不是你跟我说那电视剧吗？后来我看了《小别离》，那女的，但她穿的是绿的。我就说是哪儿的问题，他那个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红灯停，绿灯行，你这绿的就通过了，你红的不就卡在那儿了吗？不行，他女儿后来没通过，这个得按股市走，红的涨，绿的跌。哦，你是按股市来的，我想的是交通规则。哎，那你这个绶带那个丸子，这个好得很啊！怎么还2条？你一条我一条啊！啊，还有一条我呢。对呀，看，一鸣惊人，一举夺魁。一鸣惊人，一举夺魁。紧张不？妈呀！难看吧？哎，英子，哎呀，这你妈穿这衣服，哎，像不像新娘子？啊，像啊，真的像。爸爸也不太像新郎啊，像吗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等我高考完呢，你们就穿这一身办一个婚礼。哎呦不，穿这身办什么婚礼啊？就是得给你妈穿婚纱，咱穿那种大婚纱，6米长拖地的那种。我都这岁数了，穿那个不笑死人了。你多大岁数，在我心里都是小姑娘。哎呦，恶心，太恶心！哦，酸死我了。我的天哪，最受不了你们撒狗粮了。有点冷了，是不是？给你们照张相，合个影吧。好，给爸爸照张相啊。1、2、3。再近点，再近点。2、3。
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过来，我看看。妈呀！我验收一下。我瞅瞅。郎才女貌的。呀，这可以，挺好。导到爸爸手机里。我赶快脱了。导到爸爸手机里。行。哎，您前2天不是还管我要之前照片吗？我一块给您。全部。AirDrop 给您。好。穿着呗。啊，宋倩，你现在自己在这较劲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能不能出院？那你说了也不算，你得听医生的。医生要说不能，那你在这10天半个月也得住啊，对不对？行，你自己别较劲了，好吧？咱等医生来定，行不行？医生说你现在走，我马上就带你回家。医生要说，哎，刘医生，我能走吗？能出院吗？他这能不能出院？恐怕不行。你现在啊，胎儿位置不是很好，而且孕酮也不太稳定，我看还是再住2天吧。可是我俩孩子高考，我不能再在这儿住了。